好，咱进安静闭班心，准备等一个敬拜。有摕手机仔的，会记只关震动。耶和华是应该学乐的，因为伊听我恳求的声。耶和华是我的快乐，也是我的盾牌。我的心倚靠伊，我就得到帮助。所以我的心大欢喜，
我要用我的诗歌学乐伊，三甲来吟圣诗26首，答愿感谢上帝，请咱起立。有缘徛地，三个用心的改变来告白咱的信仰。你着真心、真性、真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神理的总拳头。我用心的改变，互你。就是你用着相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众人要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16篇，诗篇57篇。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秘伫你是古的低音下，我要求叫至悬的上帝。上帝话对天施恩救我。上帝会对我发出慈爱甲信心。我倒伫凶恶的人的中间，因的喙齿亲像枪，亲像箭。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
因伫我的骹前设罗网，伫我的面前开陷坑。上帝啊，我的心平静，我的心坚定。我的心啊，着醒起来。我要甲天叫醒，主啊，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因为你的慈爱那天遐尼悬。上帝啊，愿你的伟大搬过天。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从阮的爸上帝，愿带着感谢甲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敬拜阿罗你。你是创造天地、掌管万有的上帝，你的信实、慈悲甲疼，永远无变。主啊，阮要承认家己的软弱，有时阮照家己的意思去行，无照你的心意。求你赦免阮、怜悯阮，互阮学习谦卑佮顺服，重新行伫你的道路。阮也知因着你的怜悯，你差遣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着阮受苦、受死，佮对死里佮活，也因着主耶稣，阮得到赦免。也有新的愿望，十字架显明你深深的疼，互阮知你的恩典永远袂改变。这份恩典也互阮来到洗礼甲圣餐，阮也为着受洗的姊妹甲囡仔献上感谢。感谢你带领因接受洗礼，归入你的名。求你保守因一世人亲近你、跟对你，也祝福因的家庭，互因彼此疼惜、互相扶持。也愿用关心甲大道来陪伴因，伫信仰的路上甲因支持。主耶稣，愿也感谢你设立圣餐，伫领受饼甲杯时。互阮重新会记得你为阮所做一切，少念你伫十字架顶所显明的疼。愿阮领受这份恩典，也学习彼此相疼，互相体谅，伫教会做伙服侍，做伙成长。一时求圣神亲自感动阮的心。用谦卑的心听你的话，将阮所听见的深深藏伫心内，也愿你的话成做阮一生的引传，互阮哪来哪认捌你，也哪来哪较无你，一世人跟对你，行伫你的道路，互阮的所做拢通荣耀你的名。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赞美圣歌队要用诗歌，记好朋友就是耶稣，带领咱来敬拜。
三甲来领受上帝话。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列王记上卷第3章第5节到15节。列王记上卷3章第5节。伫基边有一暝，上主伫眠梦中对所罗门显现。上帝讲：“你爱我赐你甚物？通对我求。”所罗门应讲：“你捌施大恩予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毕，因为伊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伫你的面前生活。伊阁赏赐伊不变的疼，就是赏赐伊一个囝坐伊的位，拄亲像今仔日安尼。上主，我的上帝，今日予你的仆人续接我的老爸大毕做王。毋过我还少年，毋知着安怎治理国家。你的仆人住伫你所竞选的子民中间，遮的人民坐甲袂算得，嘛算袂了。所以，求你赐你的仆人明辨的心，通判断是非，治理你的子民。若毋是安尼，啥人会当治理你遮侪的人民？主真欢喜所罗门安尼求。上帝对伊讲：“你既然安尼求，无为家己求长岁寿，无求好业，嘛无求消灭你对敌的性命，只有求明辨的心，会晓分别是非，公正治理。但我照你所求的予你，我赏赐你聪明智慧的心。伫你以前，无人亲像你；伫你以后，嘛无人会亲像你。你无求的，我嘛会予你，就是富足、尊严，予你伫世间的日子，无一个王会当甲你比。你若行我的道路，遵守我的规例甲诫命，而你的老爸大毕所做，我就要予你长岁寿。所罗门困醒，知是上主伫眠梦中对伊讲话，就去耶路撒冷，徛伫上主的约柜前，献烧化祭甲平安祭，佮办宴舍，请伊的人成。愿上帝话赐予听伊的话，佮遵行伊的话的人。讲到陈牧师所要传讲的题目，所罗门。咱同心来祈祷，万光灵听堂的天父，伫你神圣安息日，阮何胆入圣殿，亲近你施恩的宝座，愿你接纳阮，愿圣神运行伫阮的心内，伫阮的中间，互所有参与的人拢得到造就甲重用，荣光归伫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大家平安。今仔日要甲大家分享上帝的真理，是所罗门。大卫王拍天下，伊的囝所罗门继承王位，一世人荣华富贵，继承伊的老爸的名声地位，佮一个足强盛的以色列王国。特别上帝足疼伊啊！上帝嘉意所罗门，拣选伊接伊的老爸做王。上帝今仔日咱读的经节，耶和华上帝伫梦中甲讲：所罗门，我真疼你，你要对我求什么，做你求，我拢要赏赐予你。所罗门拄啊做王迄阵还佫较单纯，甲上帝讲：我是一个少年人，要治理遮尔大的国家吼，
我只有求智慧啦，求你互我智慧，通照顾我的百姓。上帝讲：哦，你求了真好，真对。我要赏赐你智慧，互你成做全世界上有智慧的人。毋然呢，上帝搁加添，互伊富足、尊贵、荣光。咱看即张图吼，画图甲常常画，上帝伫个较倒面、较悬的所在吼，所罗门倒咧困，上帝光照伊啦，赏赐伊智慧、富足、尊贵、荣光。但是落着悬的所罗门王开始坠落甲非常严重，可能是以色列历史上上严重的一个王。我看一寡所罗门的故事。每一个神学家，每一个历史学者，拢讲所罗门对上有智慧的人，变做上愚妄的人。咱来看第2张图，后来所罗门起圣殿，这是上帝予伊的恩典。圣殿完成了后，伊命令祭司。将约柜送入个圣殿上内面的至圣所。圣经记载，当时规个圣殿内面充满坟墓，阁有上帝阳光灿烂、充满整个的圣殿。对迄阵开始，这非常要紧。以色列人开始圣殿崇拜，因有一个圣殿，成做因敬拜上帝的中心。这是所罗门王上伟大的成就，伊做一项上好的代志。过来密密麻麻，咱搁看一张图，伊互一群查某囡仔包围，得意洋洋。所罗门王带埃及法老王的查某囝公主，带伊做王后。圣经记载后来。所罗门王阁带700个妃，700，阁带300个婢，伊拢总带101个某。大便王才带17个啦，伊加几啊倍吼。而且所罗门王是大变态，伊咧收集外国的查某囡仔。无共款的头毛，无共款的皮肤，无共款的目睭，伊坠落甲安尼吼，带1001个某，搁较严重的是，拢是外邦人啦，伊拢带外邦人。上帝真带以色列人出来埃及。就一再甲因警告，恁毋通甲外邦人乱哦，被染啦。外邦人、外国人，你毋通甲因染，意思就是毋通甲因通婚啦。你毋通甲外邦人通婚啦。所罗门带1001个拢外邦人。咱来看即张图吼，搁一张。上界严重的吼，就是伊无引带遮外邦的女子敬拜上帝，伊甲遮外邦的某吼起坛、起庙，甲因做伙拜偶像。即张图就是描写所罗门王跪伫下骹中吼，咧拜偶像。这足严重吼！
特别外邦人的宗教拢邪教，特别伊嘛有带一个阿文人做某。阿文人的宗教，因拜的有人讲是一种回神啦吼，或者美丽宫嘛有做摩洛。拜即种神吼，因的邪灵啦，爱献烧祭。以色列人的宗教嘛献烧祭啊，但是献的是牛羊，烘做肉献互上帝。阿文人即个摩洛教吼，因嘛拢献烧祭。因献的是囡仔啦，因专门爱掠囡仔，烧做烘肉，献互因的邪灵。这非常非常的残忍，非常的严重，上帝足无欢喜这种代志。所罗门王参与伫迄中间呢，伊败坏甲安尼啦，王就安尼啊，拜偶像，拜啊！足严重，贵族、文武百官、百姓，嘛拢夜香祭拜，全国拢败坏。上帝非常的生气吼，警告所罗门：你哪会对落甲安尼？我紧选你继承老爸王位。伊甲老爸的家伙啊，拢败了了呢，足严重呢。你着爱认罪悔改，亲像你老爸妈妈犯罪，但是伊还佫有对我尽忠，伊有认罪悔改，你嘛爱认罪悔改。所罗门王拢无咧听啦，继续拜偶像，继续乱来，继续对落，佫非常的奢侈，对落甲密密麻麻。咱搁看一张图吼，后来伊甲王位传互伊的囝罗波安。罗波安一个掌权，嘛甲伊的老爸共款，足骄傲。伊无爱听因国内遐有智慧的士大人的话，无爱听遐先知者的话。伊敢若有一帮太子帮、少年帮，伊爱听少年的话，黑白来。一个大神的囝，或者亚罗波安起来背叛，伫咧北边，家己自立，称做王。亚罗波安做北部的王以后，随时做2只金牛啊，一只踩伫北地里，一只踩伫蛋。伊公然甲百姓讲，这就是引带咱出埃及的上帝。咱北部拜这2仙金牛就好，王嘛甲恁做伙拜。王甲百姓伫北部一个立国，就开始对落腐败。因为亚罗波安上惊的吼，因的圣殿崇拜已经形成啦。咱这北部人吼，你嘛足侪人爱去南部的圣殿敬拜上帝，你莫去。你若去，就会叫南部人扭去啊！恁踮北部拜牛仔就好，对落甲安尼，这个笑拢爱算伫所罗门王的心上。王国分裂，遮尔强盛的以色列国，毋是外邦来讲，伊家己分裂，原因就是所罗门王对落败坏，密密麻麻。列王记上卷11章90到13节记载，上帝佮甲所罗门讲：你哪会变甲安尼？拢无要认罪悔改。好，我要对你的手中，甲你的国收回来。上帝讲夺回，足强烈的字，要甲你抢回来。收拾互你的大神，总是我纪念你的老爸大卫王对我的尽忠。大卫嘛犯罪，但伊至少认罪悔改啊。纪念这点，我要搁加留一个支派互恁啦。大卫王恁是犹大支派，
佮加甲你留一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所以南国只有2个支派，北国有10个支派。这是上帝旨意啦。上帝无掠有罪的人做无罪，咱同心来祈祷。疼痛的天父，求你怜悯阮，怜悯阮，阮拢爱伫你面前认罪悔改。求你无伫带阮入伫去，就救阮脱离遐歹的，伫领受圣餐擘饼的时，通有份伫你的国；伫啉杯的时，通洗清阮所有的罪。愿阳光归伫至高的天父，愿平安归乎每一位兄弟姊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要来鼓应威灵传道书就任式，咱三甲来吟圣诗443首，阮搭伫主圣殿。上帝话安尼讲：换山过岭的在宣告和平，传播好消息的，因的脚举到遐尼水，因宣告拯救，对锡安讲：你的上帝做王统治。慧宁你受上帝警调，要承受即个传道的节。你着伫众人甲上帝面前来应答牧师对你所讲的。头一个，你要领受传道书的职分，你有确信这是上帝调命也无？你有接受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基也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就见若关系教会中特定好的事，就倚靠伊来设法，
你又要安尼行也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圣经也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即使你以后所信、所传、所行，无照教会，也是法规，也是上帝话，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规则甲上帝话也无？只是无需要请咱会众起立来做会友的誓约。后一个，恁有相信煞个别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教会头也无？为能受派做台南东门巴克的纪念教会传道师，恁有欢喜要接纳伊、敬重伊、疼痛伊、体贴伊、替伊祈祷，甲伊同工兴起上帝的国，煞降级伊，通互伊较为利的教会，恁愿意安尼做也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彼此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说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约要安尼行也无？牧师来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官兵设立为能做本会传道师。当你受设立做台南东门巴吉的纪念教会传道师，要谨慎你本身的行为甲教示，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因为照安尼行，就要救你甲听你的教示的人。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阮的王，是阮的主，是阮的救主，也是教会头。只是阮甲为能传道伫你的面前三甲入约，欢喜尊叹上帝你的教示，三甲同工兴起上帝你的福音。求你帮助阮伫你的话三结连，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成做一体，也好阮伫你的名所设立的台南东门巴克的纪念教会，会通大大荣光上帝利益内外，直到主你过来的日，看阮做你好去尽忠的奴仆。祈祷靠主的名，阿免。会众请坐，真为您传道，咱向后转。兄弟姊妹来拍波欢迎伊，同时嘛替伊祈祷，上帝赐福伊，也祝福咱敬大家哈。好，请坐。过来，咱要三个来念圣诗354首第1节甲第4节，咱就念2节来备办心，来进行敬心礼。
师来宣告，阮得到帮赞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也未上天的大声有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办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今仔我所有命令恁的，就教示因遵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路尾。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别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交互恁的罪赦免，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见呐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韩云，当你细汉的时已经受洗礼，既然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会友属于伊，上帝伊恩典已经互你长大成人。当你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来承认你的父母替你个别的信仰，来归属伫上帝，献家己互上帝，也重新立约来服侍上帝。咱的主耶稣有讲，所以既然伫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也要伫天父的爸面前认伊。所以，我也劝你，着告别你的信仰，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诚实应答牧师对你所问的。请你拢用我愿意来应答牧师对你所问的。你有愿意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愿意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赦罪也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真爱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真信道的本分，你愿意安尼行也无？这时邀请会众起立，牧师来宣告。韩云，你细汉已经受洗，这时你家己来告别你的信仰，活活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台南东门北克的纪念教会小会官兵，接纳你做陪产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上，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愿感谢你对韩云细汉，你就施了恩典，也感谢你，互教会对即个接纳伊周群上帝的欢喜。愿感谢你，因为对伊的受洗，你互伊有份伫基督的体。愿感谢你，因为伊有得到信仰的栽培，以及伫生活得到好的帮助。愿恳求你赦免伊拢总的罪。伊即时要奉献家己伫你的面前，恳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接纳伊。伊就近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基督的身躯甲保惠的时，求你互伊为得到你的疼，来有份伫你的恩典。同心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会众请坐。即时咱要请咱的小会员来就接纳先送礼物。阁有团队部要赠送。咱请小会员长老来接纳哈。
我是简单来介绍哈。韩云，先请回座哈。韩云是咱即个蔡玉兴长老的干仔孙，干孙。伊的爸爸是韩怀恩，妈妈是洪运清，细汉的是伫咱教会洗礼目前伊伫美国做大提琴家咱恭喜，所以伊等一个伊会带伊的细囝来做小儿的洗礼煞接咱要邀请今仔日要有小儿洗礼的3位蔡允恩、韩慧、甲吴思鹏3位家长甲细囝来头前的所在牧师来宣布，有人带细囝就近耶稣，要互伊望伊学成绩美因。耶稣看见安尼，大分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伫禁因，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见若承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果断袂伫入去，就抱因，甲因换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耶稣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恩典的约的护士，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来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恁做父母的，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着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有愿请爸爸妈妈用我愿意来应答牧师对恁所问的恁有愿意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抑无？恁着挖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导恁的细囝，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下伫上帝教会法度。恁愿意安尼行抑无？愿主赐互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守即个约。即时牧师要来着因做即个洗礼，喂。蔡允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韩慧，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师朋，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这时，请咱会众起立，牧师来宣告。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进入伊的教会，做未陪产会员，有份伫新约恩典。但这个细囝的父母甲咱正会众亲自做证，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
直到因成长成熟，家己来领受建信礼。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上帝，阮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细囝，因带因的身躯甲灵魂，互因的智慧甲智慧哪加添，上帝甲人会哪听因。阮也求你将丰丰富富的恩典赏赐因，因带因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因脱离少年的游戏，直到成人的时，互因通家己告别因的信仰，搁会坚持到落尾。主，阮的上帝。伊的圣囝伫拿撒勒捌过世间的家庭生活，我来恳求你祝福这细囝的家庭，求你赏赐因的父母，甲囝仔照顾因的人，互因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照顾细囝，通伫你的疼内面来成长，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请向会长请坐，请向后转。先赠送礼物吼。安尼小行一事牧师简单甲因做一个介绍吼。这个蔡允恩是爸爸蔡为主吼，妈妈是吴成玲吼。好，过来是韩慧，就是拄则韩语的孩子哈。伊爸爸是尼克哈，尼克。过来吴诗鹏小朋友，爸爸是吴炳玉，妈妈是施佩君哈。好，咱搁一摆拍鼓欢迎因，上帝也祝福因哈。好，请回座。煞接咱要来念圣诗365首悲伴心，来准备圣餐，耶稣身躯替咱定死。
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呐属伊的教会陪参者，大家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见呐归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见呐，着活担当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我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家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我传互恁的，就是等主耶稣互人卖迄暝，又摕饼祝谢来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捧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洗里面，见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又摕饼祝谢，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做伙同心，三甲来感谢上帝。请咱同心，三甲来祈祷。主上帝，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献祭，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才会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真侪阮属灵的培养，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通荣耀你的圣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大家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洗你袂记，来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是新约伫基督会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大家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恁大家伫咧。咱搁一摆同心来做感谢的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
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率用慈悲帮助阮，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待以后，通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咱的圣餐就到这。做伙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真济，这时我来报告，8月12日这个拜三查经班查考圣经路加福音19章，请咱有时间会当的人做伙来参加。小会公告，本会已经伫8月初2举行问答会，今仔日咱也接受洗礼者。跟信礼1名韩云，小李洗礼3名云恩、韩慧、思鹏。伫咱第一堂礼拜中，咱也今仔日就举行卫灵传道师的就任式，也咱相时也举行圣礼典。
第二堂礼拜结束了后，要伫社区发展中心举行欢迎您的餐会，欢迎受洗者甲家属做伙来参加。会后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做伙来参加。8月16日的主日是教会甲社会奉献主日。台南中会满道教会简志伟牧师要来到咱教会讲道、请安甲报告，请兄弟为着南中教社部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其他的交通，潘景兴新兄弟伫7月30日蒙主运调享年82岁，已经伫昨8月7举行告别礼拜，为着感谢教会兄弟关怀，让愿主安慰为主。8月15后礼拜六下晡2点半到4点半，要举行新公社的谦卑和姚坤老师百岁名单感恩礼拜，地点伫咱的伊丽莎白的纪念教堂。欢迎兄弟踊跃来参加。以上报告介绍。我来介绍今仔日礼拜来的人客吼，迄个蔡伟柱兄弟的丈人丈母，吴俊贤兄弟甲伊的负责人，并且伫倒位，徛起互大家，欢迎你来。欢迎你，欢迎。因的外孙啦吼，迄个蔡云恩今仔日嘛领受小儿洗礼吼，欢迎恁来。昨何耀坤的大汉后生，迄个何明宏兄弟吼，特别甲拜托讲，佮加强甲大家邀请一下吼。8月15。过来拜六下晡2点半到4点半，伫咱伊丽莎白的副堂，也要举行咱所敬听何耀坤长老伊100岁纪念感恩的礼拜，希望会当招较侪兄弟吼做伙来参与，欢迎大家做伙来共襄盛举。以上。做伙来读本周金句，我先来读一摆，煞则请咱大家来读2摆。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愚公的人藐视智慧甲家事。箴言1章7节，请咱做伙请。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愚公的人藐视智慧甲家事。箴言1章7节，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愚公的人藐视智慧甲家事。箴言1章7节。三甲来吟上吟圣诗388首，荣光归圣父上帝，请咱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
遮济。